经过了解，南美中在日本时代到达总共有9位历届美术老师，这场乐团100年的美术联展，其中廖家春主要是看台湾光复战后美术界大脑，嘛是维护一种道德精神。其中校园经发觉17岁毕业技能方面，就是伊的手笔。另外，郑国勇甲苏振坤等等，嘛拢是台湾美术历史上大书级的人物。除了打造南一中世纪风华，嘛是一棒一棒传承美术教育。100年历任的美术老师的联展，最主要的意义是在于说美术老师之间可能是有师生的关系，那同时后来也变成同事的关系。那此外，一中的美术老师，在光复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都维持同个时期有2位美术老师，因此每一位美术老师退休之后，就会有另外一位美术老师，也就是新生代的去接棒。而这样子的一个传承，那么历经了南一中从光复以后到现在，所以我们把它命名为一传100年，希望所有南一中的学生校友都能够透过这一次的一个展览，能够串起他们跟一中的一个情缘，同时也了解南一中在美术教育上面，特别是包括南一中的艺能科的教学，非常的正常化，而且很严格。南美中虽然是普通高中，以升学为主，不过嘛重视全方位的人才培育，所以造就这知名的艺文人才。其中100长7公尺、跨3公尺的马赛克艺术墙，这是校友黄学生教授所创作，由校友总会理事长吴延斌所关键，成为南一中校园新的艺术地景。这个也很有趣哈，历届的校友提到音乐、体育、美术、工艺都印象非常深刻。那代表学生在一中的这几年，都能够除了学业之外，也能够在这几个部分，能够有得到正常的一个训练，而且很好的训练。那日后，包括我们现在很著名的李安导演，还有我们几位就是艺文界的一个比较包括陈锦芳，这个联合国的一个大使，他也是他的美术的作品也是列在这个所谓美国的这个教科书里面的，还有好多位包括我们金曲奖的，像这个都是艺文方面的金曲奖的歌王啊谢明佑啊苏明渊啊，还有现在的蛋堡等等的非常多都是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机会让大家了解南一中除了是一所以升学为主的学校，但是并不只是升学而已。有很多的发展事实上是提供给学生非常多机会。那特别这个在美术方面有这样子的一个难得的一个师资阵容。南美中为了每年4月16号100年校庆，迄个活动对历届美术老师的作品联展来拍头阵。后续也有红客会艺术的讲座，嘉宾又为校庆所发表的主题曲音乐会、动员千人拜仪等等。当然，所有重头戏拢是为了庆祝大会来热身。台湾新闻，郭文吉、刘品言采访报道。